我哋見到咧，其實喺成個中國咧嘅改變咧，係改變喺邊度咧？今日有時間可以慢慢傾。改變係人嘅改變。中國我哋30年前咧，我哋入去國內咧，我哋要指導佢嘅。我哋成日都講，佢哋唔夠我哋快嘅，我哋好靈活嘅，我哋好國際視野嘅。個成間工廠、成間城，我哋都會去，大家一齊去。哇！我哋因為我哋要講求一啲效率啊、啲嘢啊、標準啊、啲嘢啊。嗰陣時30年前咧，我哋都好頭痛嘅，所以我哋跑勻成個中國啊，由廣東省大灣區、寧古大灣區，成個廣東省去到汕頭，去到呢個上海，都係我哋做一啲叫做係好來料加工嘅嘢，面對好多工人，面對好多工廠，亦都係產生好多我哋叫做係觀念。但係今日我哋呢幅相響邊個位置啊？響人才公園，深圳嘅人才公園就可以睇到。你睇下深圳，其實講緊係響開放改革40年，你行一轉人才公園深圳啦，你會得望唔少。每個牌坊你打卡，你翻嚟慢慢擺喺屋企裏邊，你必定會同呢個係與時並進。呢個中國呢個係後生仔係與時並進。嗱，睇咩叻人先？人才公園邊個區啊？南山區啦，深圳灣個人才公園去個子彈嗰度咧，咪嗰個華潤嗰個大廈萬象城下邊有個大嘅公園。咁公園裏邊咧，亦都好多牌坊，行一橛100米有一個牌坊呢個時間係生命乜嘢好多嘅好多係呢個係好多嘅 slogan 出嚟嘅。我相信嚟講咧，其實呢個代表咗係深圳嘅立場，亦都係對一啲外來深圳嘅人咧會珍惜嘅喺深圳裏邊嘅發展，造就咗我哋響深圳蛇口區，佢哋一路由呢個係蛇口招商，一路發展到成個深圳特區，到今日都係由呢個係深圳蛇口嗰度嚟嘅咁我哋見到呢樣嘢。咁喺2025年，大家嘅認知改變晒啦。2025年連外國人嘅認知都改變晒啦。點解2025年外國基金會重新去審視成個中國嘅資產、成個中國嘅架構、成個中國嘅經濟？就係因為2025年去發覺有啲嘢我哋傳統嘅響呢個係外國引以為傲，係好多嘅知識產權、高科技。本來係我哋叫封鎖，就我睇死你中國有咩能力啊！我哋做機械人翻嚟，其實國內有一樣嘢你睇翻呢，其實美國呢係叫做美國製造，佢真係唔係美國製造，好似低端咁製造。佢其實喺內部中層裏邊呢，其實佢發展緊呢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去做大量嘅機械人，因為美國係人口少。點解佢會回流翻美國製造業呢？其實佢唔係用人製。佢係用機械人。要明白呢樣嘢所有工廠翻嚟美國唔係人手去做，如果人手去做就成本好高。如果所有翻嚟嘅工廠全部用機械人去做嘅話，咁你就會就另外一樣嘢就去將個成本效益減到最低。而家呢，就我相信嚟講呢，無論機械人呢，中國亦都會係領先咗美國。所以嚟講，你話響工廠裏邊應用緊機械人嘅，我相信中國亦都同步好多工廠已經開始應用機械人。而點解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70、80年代、90年代，點解佢係我哋叫做早期就貢獻咗，後期因為同中國嗰個速度係我哋叫節奏係慢咗落嚟呢？就好多就係要移去廣西啊、越南啊其他地方，就係因為佢哋因為一路經濟進步嘅時候呢，咁令至到好多嘅廠家呢係真係個成本效益問題。如果你再用一個叫做人口密集去做嘅話呢，其實某個程度係面對唔到國內其他行業嘅競爭亦都係產能升級，咁令至到我哋喺大灣區今日呢，能夠咁多嘅創新科技嘅企業能夠係打到全中國或者全世界做到今日大灣區。其實有一樣嘢，大灣區嚟講呢係貢獻咗我哋叫做係北京、天津、山東嗰邊一個群體城市群，同埋一個長三角，而家係上海、杭州嗰個長三角加埋粵港澳大灣區。佢係佔咗幾多呢？佢係佔咗中國土地嘅
7.5% 面積，但係佢能夠將個生產總值係佔咗全中國嘅30%。大家明唔明？就係知道響呢3個地方裏邊，佢聚集咗咁大嘅產能，係能夠產生全中國 GDP 30%，就響佔地7.5% 裏邊。咁啲7.5% 咧能夠產生咁大嘅 GDP 嘅話咧，咁令至到佢嘅經濟係騰飛，而好多人就係去呢3個地區裏邊係揾長嘅機會。咁令至而家我哋香中國嚟講14億人咧，其實4億人係留響呢個係農村。留響農村係咩人啊？後生仔就入咗城市去爭奪呢個咁嘅自己嘅發展啦、明天啦、下一代嘅發展啦。留咗喺度當然係老人家啦、退休人士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響城市打拼回鄉嘅後生仔啦。因為接受唔到嗰種咁高速嘅競爭力，所以嚟講我哋見到咧，而家響中國咧，佢嘅城鄉裏邊咧，其實有一半4億人係老人家，就係響一啲叫做係我哋叫3、4線城市。咁所以響呢個角度嚟講，大家明白響國內1線城市點解佢嘅房地產不斷產生嗰個高價值嘅投地，不斷有人流入去呢啲1線城市，離鄉別井都要流入。咁佢屋企唔房咩？佢屋企唔多樓咩？係咪啊？停都有一個人都有成棟30幾層樓，但係租唔出，根本上樓係住唔。咁你話係所有嘅樓都係咩嘅？其實好多朋友就係睇錯咗，佢用佢自身香港擠迫嘅環境響國內買物業，而一見到一個位於自香港嘅物業就好開心。佢冇諗過響國內，其實響國內冇嘅。1線城市、2線城市、2、2線城市嘅頭部核心城市，好似中山，你如果中山一定響邊度啊？石岐區啦，一定石岐區啦。就算係老屋啦，點解你唔使人幫你收啊嘛？嗱，呢啲係呢啲啊。仲有係重建嘅時候都係由市中心重建起嘅，所以所有嘅原居民不嬲都係喺市中心裏邊，所以係唔使憂嘅。咁而我哋好多朋友點解要即係話去到第一感覺，而第一感覺唔緊要，因為點解呢？我哋都喺呢個頻道經常同大家去分析，亦都經常大家去討論嘅。咁所以嚟講呢，亦都會係同大家去探討呢個問題。明白咗中國咧啲人口點流動咧，我哋就開始要睇一樣嘢。點解咧？我哋投資房地產係投資5至10年嘅，咁我哋都係盛逢於我哋係對房地產有一個金融嘅水平，同埋房地產真係有一個叫做國家都認受呢樣嘢，會大開放房地產係對。哪怕你開公司你去買住宅嘅話咧，分鐘咧係代表咩意思咧？係外國人可以參加房地產嘅投資，以前係局限嘅。嗱，如果外國人可以參加嘅話，即係全世界嘅外資都可以買中國嘅1線城市嘅土地嘅話呢，咁就係講緊你覺得巴菲特唔會揾開公司買中國1、2線嘅城市咩？深圳、廣州、上海咩？北上廣深對沖基金啊，索羅斯唔會買咩？係咪先？咁呢個機會會留咗俾有能力同埋有前瞻性嘅朋友，因為點解我哋講緊2035年中國嘅 GDP 會增長1半以上、1倍以上？咁1倍係造就咗咩呢？咁我哋見到後邊嗰啲朋友，其實2025年嘅時候呢，其實大家都好啲股票漲得好犀利，所有嘅納斯達克啊、科技股啊、美國啊，所有財富都追住呢啲公司，因為佢哋覺得係佢哋遙遙領先中國。自從嚟講咧 DeepSeek 咧走咗出嚟之後，原來發覺咧最高技能嘅，無論係芯片，無論係 AI， 再加埋近排仲有一個叫做呢個係機械人，喺幾個範疇裏邊都能夠俾佢一個叫做，即係我哋叫做一個諗唔到，原來係惡醒咗。咁除咗佢哋醒覺之下，另外後邊好多嘅投資者呢，其實佢哋買咗佢哋個 PE 咁高嘅話呢，其實喺美國4萬點，我覺得係會跌翻2萬點嘅。
點解嚟講呢？中國香港呢，其實會上翻去3萬點。呢個就係因為財富追逐一啲佢哋實物，以前呢泡沫大咗呢，自然會走㗎。你唔會咁傻仔，仲 P/E 200倍啊、50倍啊。咁中國嗰啲都係10倍嘅時候，嗰資金就會走翻去實體市場嘅。咁所以嚟講係外國嘅資金係流緊去中國，亦都流緊去香港嘅嚇。咁我哋見到啲叻人係嘛？中國係最緊要叻人。咁講咁多嗱，呢個叻人點度呢？後尾咧講完叻人就知道講房地產啊呢樣嘢。係嘛？呢個馬化騰咁多叻人，大家係咪公認係叻人先？佢哋嘅身家，老實講，佢哋變一變、撳一撳就幾千億。如果房地產係永遠追唔到嘅，但係我覺得係佢會帶動咗佢嘅企業或者佢嘅員工，佢哋會率先將個財富擺咗喺房地產，而佢哋一分紅就2000萬。所以我哋見到呢，華為總部隔離所有高管呢，佢哋買福田區呢係全部 full pay 㗎。大家唔好睇少，佢哋唔係做官嘅，佢哋係搞科研嘅。佢哋一分紅幾千萬，所有嘅買得係30零歲嘅咋，個僆仔係咁細個嘅咋。嗱，你冇睇佢。嗱，我哋見到呢啲咪叻人，我哋跟住啲叻人去睇咯。所以我哋經常就咩呢？我哋經常係瞄住嗰啲呢，好似即係瞄住啲細路啊，再瞄住啲家長啊。我哋睇呢啲細路家長嘅衣食住行呢，我哋就知道邊度有機會嚇。唔好話自己食得 happy 就走去買嗰度，佢睇人哋食得 happy 就買嗰度嚇。嗱，我哋馬雲，嗱呢啲咪幾叻人啊嘛！中國個個都叻人，中國仲有呢個雷軍係嘛？個個睇完之後係嘛？個個睇完之後，嗱呢個年紀大少少，比我哋大嘅長輩嚟嘅，我哋長輩真係呢個。嗱，你睇到呢，其實中國其實已經係全自動製造㗎啦。如果你仲做嗰啲咩叫來料加工，我去到廣州啊，去到邊度呢？仲係用人手去啤緊啲嘢嘅話呢，其實係好低端嘅。呢啲真係去到東南亞嗰啲嘅啫。其實中國嚟講，其實除咗個智能科技之外，個機械人呢，其實大量工廠日後嗰個工廠出嚟嘅產品係個質量非常之高。因為點解呢？佢冇人手嘅。如果大家去睇過呢，如果有機會呢，去參觀下農夫山泉。嗱，如果農夫山泉咧，你入過去個廠裏邊咧，你就發覺咧，佢成條生產線係講緊係幾萬尺、10幾萬尺幾條生產線，係冇一個人喺條生產線上面嘅。佢全部佢啲大缸啊、生產鏈啊，一個人都冇，連佢啲包裝，去到最尾出貨就淨係見到個司機就，第時個司機都唔使啦，揸鏟車。機械人已經係一 pat 係已經去到度，點解農夫山泉可以做到咁成功啊？第一，佢掌握咗去河源，大家如果你去河源睇啦，去參加農夫山泉嗰個工廠裏邊，你可能要俾20蚊到，咁啊20蚊好嘅，入去裏邊買唔同，送幾支唔同品種嘅礦泉水俾你，係啦，裏邊又可以打卡，又可以享受呢個係環境嘅大自然，但係入到裏邊最精景就係咩呢？你一定要入去裏邊。點解呢？係驚歎到呢，係連一個員工都冇嘅。佢就喺嗰個萬綠湖水庫裏邊呢，係不斷就係啲水庫裏每日流緊落嚟啲水呢，就過濾咗，跟住就裝入去，跟住就燒去全中國。你諗下，咁嘅生產點會唔變得首富啫？唔使人嘅。嗱，你要明啊！中國嘅財富就係咁嚟㗎啦，全部都係機械化、自動化。咁你又話農夫山泉嗰個老闆又係做官咩？又係貪翻嚟咩？唔係㗎嘛！但係有錢嘅人就係呢啲喺呢幾廿年裏邊因應翻佢嘅資源，企咗喺個優勢裏邊做到去。我哋接觸多大國內人啊，唔好大陸人啊，國內人，我哋好明白佢哋嘅財富係點得翻嚟，所以我哋就好羨慕。每日而家好多我哋香港好多嘅銀行啦，香港好多保險啦，所有嘅人都係發咩視頻啊、抖音啦、公眾號啦，都係想我哋叫做北面嘅有錢人落嚟香港益激下我哋，係嘛？留意下我哋即係俾個機會我哋可以能夠咩？嗱，你要明白點解係呢個成個嘅生態已經係同我哋係70年代、80年代，我哋好高在上入去裏邊。去關照佢，去俾訂單去，翻轉頭就已經兩回事。呢個就係中國嘅 GDP 嘅底蘊，就係消費，佔咗而家嘅 GDP 佔咗60%以上，係5至6成係消費翻嚟嘅。
咁所以嚟講，點解國家要振興我哋要去旅遊啊？點解國家要振興我哋要去買房地產啊？就係房地產投資同埋消費已經佔咗大約係7成嘅 GDP 嘅組成，跟住國家加多2成係大基建，起多啲高鐵，起多啲我哋叫做係鐵路，起多啲道路網絡，咁形成咗今日嘅財富。大家明白，唔好話咁天跌落嚟啊！特朗普去玩2.8%，點會影響中國啊？係咪咁講啊？翻轉頭，今分鐘嚟講就係擊中國嘅機會啊！令至到好多嘅中國人睇清楚西方世界，或者睇清楚我哋喺外邊係咩世界。而有好多朋友真係面對好多通脹啊！美國通脹，而家我哋咁講，接到好多華僑，點解啊？蔡老闆做到手都唔停，咁多華僑第二代都要翻嚟攞回鄉證。呢個問題根結，點解佢哋本來已經有外國護照，點解要翻嚟攞回鄉證？就係想揾條退路咯，係咪先？人啊，梗係水往低流，人望高處嘛。咁高處響邊度啊？高處響呢個中國裏邊。所以我哋喺度未來呢，嗰個澎湃呢，我哋見到啦，個產能係我哋除咗係咩呢？電器啊、新能源啊、科技啊、汽車啊，都係令至到我哋中國嘅消費係真係行上一步嘅。所以